Hello YouTube 啊，歡迎收睇第三集嘅高達模型。今次就講下呢個1:44嘅高達模型。咁呢個呢，就應該係限量版嘅模型嘅。咁我 click 入去俾大家睇一睇啦。冇錯。真係限量版嘅模型嚟嘅應該話，咁呢就會喺等下6月10號至到6月27號呢嘅1時至2晚嘅，至到6月10日嘅1時。下午1時至到6月27日嘅夜晚嘅11時就會接受買啦。咁個產品呢就會2016年7月推出嘅，咁就7月4號應該就係會有結果嘅，有冇睇錯嘅話？冇錯啦。好，我今日講住咁多先啦，大家記住睇我 YouTube channel。